今時今日去街市買餸，啲錢真係唔見得好快。以前10幾蚊一排靚蛋，而家隨手拎起盒日本蛋、泰國蛋都要20幾30蚊。既然啲蛋貴咗咁多，我哋自然想揀得精明啲，去超市專登揀貴幾蚊嘅啡蛋，貪佢補血；去街市專登揀黐住雞屎羽毛嗰啲，覺得咁先係農場土炮。如果你係咁諗，你就完全俾商家捉住心理嚟呃啦。你唔單止做咗水魚，俾多咗使冤枉錢，分分鐘仲將致病惡菌帶咗返屋企，親手危害緊全家人，特別係老人家同小朋友嘅腸胃。雞蛋係我哋每日必食嘅全營養食品，但原來由揀蛋買蛋到擺落雪櫃，90%香港人都做錯晒。今日 Thompson 用10分鐘一次過踢爆雞蛋界4大騙局，再醒你4招連街市檔主都唔想你知嘅驗蛋秘技。特別係最後講保存嗰部分呢，原來一個簡單動作就可以令好蛋變壞蛋。想屋企人食得安心呢，呢條片一定要睇到最後，1秒都唔好飛。第一部分，我哋先嚟踢爆商家最賺錢嘅顏色騙局。首先同大家慳返啲荷包錢。好多長輩有個執念，飛蛋係走地雞，白蛋係籠養雞，所以飛蛋補啲。真相好殘酷，蛋殼顏色只不過係隻雞嘅膚色問題，同營唔營養、補唔補血係完全冇關係嘅。醒個冷知識俾大家，下次你可以去農場威俾孫仔睇。想知隻雞生咩色蛋？撥開佢耳仔邊啲毛，睇下佢個耳珠。遺傳學話俾我哋知，紅耳珠嘅雞天生就係生啡蛋，白耳珠嘅雞呢，天生就係生白蛋。就好似人有黃皮膚、白皮膚一樣，係基因決定。科學家已經驗過幾百次，啡蛋同白蛋無論係蛋白質、脂肪、維他命，數值幾乎係一模一樣。咁點解啡蛋賣得貴？純粹因為生啡蛋嘅雞種食量大啲，加上啡蛋殼通常厚少少，運送損耗低，商家順便標高個價，捉住你覺得啡色高級嘅心理咋。所以下次買蛋啊，記住一句話，邊種價錢低買邊種，唔使交智商稅，食落肚都係一樣。第二個騙局仲得人驚，係黐住雞屎等於新鮮。好多人去街市見到啲蛋殼污糟邋遢，黐住泥同屎，反而覺得哇，呢啲肯定係天然土炮，冇加工過。各位，你唔好咁重口味啦。大家要明白一個身體構造啊，雞係只有一個排泄口嘅動物，即係話佢屙屎、屙尿同埋生蛋都係經同一個窿出嚟。如果一隻蛋黐住一大劈雞屎，證明嗰個農場衛生極差。最驚係咩？蛋殼表面放大睇呢，係有幾萬個氣孔嘅。香港又熱又濕，如果長時間黐住濕潤嘅雞屎，雞屎入邊嘅沙門氏菌、大腸桿菌就好容易穿過蛋殼氣孔，直接入侵蛋液。就算你話煮熟食，但你買返去嗰陣，隻手掂完有屎嘅蛋殼，轉頭又去切生果、剝碗筷，呢種交叉感染防不勝防。沙門氏菌中毒會發高燒、嘔到脫水，唔係講笑。所以呢，見到污糟蛋啊，千祈唔好買。乾淨光潔嘅先係好蛋，唔好貪嗰啲所謂天然風味。第三個陷阱係蛋黃越紅越靚。去酒樓食流沙包，個餡紅卜卜好靚。市面上有啲標榜紅心蛋啊、蛋黃橙紅啊，好似好補咁啊。其實啊，蛋黃顏色深淺啊，主要取決於呢隻雞食咗啲咩色素。食粟米多，蛋黃就紅啲；食小麥多，蛋黃就淺色啲。重點係不良商家為咗令隻蛋賣貴幾蚊，會喺飼料入邊加人工色素，令普通蛋變做貴價紅心蛋。以前甚至有新聞踢爆過，有黑心農場加致癌嘅工業染料蘇丹紅。所以顏色同營養冇直接關係，淺黃色同深橙色蛋白質係一樣嘅。反而見到嗰啲紅得好唔自然，甚至染到蛋白都有色嗰啲，你就真係要小心。可能係化學加色蛋，長期食對身體負擔好大，唔好亂試。第四個陷阱係蛋殼越粗糙越好。有人話摸落去好似磨砂紙咁先係新鮮，咁你就錯啦。新鮮蛋摸落去係要有少少鞋手，但係絕對唔係起粒粒。如果你摸到蛋殼表面有白色粒粒凸起，好似生暗瘡咁，呢啲叫 K 型蛋，通常係隻雞輸卵管發炎或者鈣質代謝出問題生出嚟嘅。呢種蛋個殼結構好脆弱，
細菌更加容易入侵。雖然未至於食死人，但係品質通常差啲，擺唔耐。同一價錢，點解要買隻病雞生嘅蛋？見到呢啲起粒粒嘅，放低佢，揀嗰隻滑身啲嘅。既然顏色、雞屎、手感都可能係呃人，咁我哋小市民點樣揀先唔中伏？Thomson 綜合咗咁多年經驗，醒你4招，包你唔會買錯。第一招係摸白霜，買蛋嗰陣唔好怕醜，用手指輕輕摸下蛋殼。新鮮出爐嘅好蛋，手感應該係有一層薄薄嘅粉末，呢層叫白霜。呢層係母雞生蛋時分泌嘅天然保護膜，佢好似一條封條咁封住蛋殼表面幾萬個氣孔，防止細菌入侵。相反，如果你摸落去好滑、油淋淋、反晒光咁，即係話層保護膜已經甩咗，或者隻蛋已經俾幾百個人摸過，冇咗保護膜呢，細菌隨時自出自入。呢種蛋一定擺唔耐咪買。第二招係聽聲辨蛋。拎起隻蛋放近耳邊，輕輕搖幾下，新鮮好蛋入邊係好實淨嘅，你係聽唔到任何聲，因為新鮮蛋白好濃稠，固定住個蛋黃。如果你搖嗰陣聽到沙沙聲或者水聲，即係話蛋白已經變稀成水，甚至個黃散咗，呢種蛋係變壞嘅先兆，隨時一打開係臭嘅。第三招係照氣室，呢招最專業，可以用手機電筒玩下。將蛋拎起，用電筒照下隻蛋個大頭，即係圓嗰邊。新鮮嘅好蛋啊，成隻呈微紅色，半透明，蛋黃個影好模糊。最重要係大頭嗰邊個氣室非常之細。壞蛋或者舊蛋嘅話呢，氣室會好大，甚至見到入邊有唔喐嘅黑斑、血絲，見到即刻放低，極大機會係發毛蛋。第四招係沉浮測試，返屋企必做。呢招係終極大法。準備一杯水，放隻蛋落去。個情況一係橫瞓杯底，完美最新鮮，做溏心蛋一流，沙門氏菌風險最低。情況二係大頭微微翹起，放咗大概1星期，仲好安全，食得。咁情況三呢係成隻企起身，代表放咗2-3個星期，氣室變大。呢種蛋一定要煮到全熟，千祈唔好做半生熟。情況四係警告。如果隻蛋好似隻船咁浮喺水面，代表入邊蛋白質分解產生咗大量細菌氣體，呢隻係臭蛋啊嘛！直接拎起掉落垃圾桶，千祈唔好打開，嗰陣味會令你後悔一世。好啦，識揀都要識放。Thomson咁講，9成家庭都需喺最後呢一步親手將好蛋變壞蛋。錯誤一係放喺雪櫃門蛋格，絕大多數雪櫃設計都係將蛋格整喺門邊。請你即刻拆咗佢，掟埋一邊。雪櫃門係全個雪櫃溫度波動最大嘅地方。你一日開關雪櫃攞飲品幾十次，忽冷忽熱。物理學話俾我哋知，溫度波動會令雞蛋表面產生倒汗水。呢啲小水珠係細菌嘅超級跑車，佢會破壞蛋殼上嘅保護膜，仲會帶住沙門氏菌穿過氣孔游入隻蛋度，結果你就係食緊一隻充滿細菌嘅蛋。正確做法係連埋原本個紙盒放入雪櫃中間層嘅最入邊，嗰度冷氣最足，溫度最穩定。錯誤二係用水清洗，呢點係潔癖主婦嘅大忌。買返嚟見到污糟開水喉沖乾淨先入雪櫃，絕對唔可以。頭先講過，蛋殼有層水溶性嘅保護膜，你一洗就親手破壞咗呢層防護罩，等於中門大開，歡迎細菌入屋。而且自來水本身唔係無菌，細菌會隨住水分滲入蛋殼。正確做法係污糟嘅，用乾布或廚房紙抹下就得。真係要洗，係煮之前嗰一刻先好洗。錯誤三係擺放方向，即係記住口訣：大頭向上，尖頭向下。因為大頭有氣室，大頭向上可以令個蛋黃浮起嗰陣貼住氣室，而唔係貼住蛋殼。如果你亂放，蛋黃貼住蛋殼，好容易形成貼殼蛋，變質速度快3倍。總結一下，唔迷信顏色，拒絕雞屎蛋，4招驗身，保存記住拆走雪櫃門蛋格。一隻好雞蛋標準唔係睇價錢，而係睇你識唔識用科學知識去避開呢啲陷阱。最後俾個任務大家，今晚煮飯前即刻拎杯水驗下你雪櫃嗰堆蛋，
如果有邊隻係浮起嘅，狠心啲掉咗佢，食壞身體睇醫生仲貴。同埋將呢條片 share 俾屋企負責買餸煮飯嗰個，特別係唔好放雪櫃門呢點，好多長輩真係做錯咗幾十年都唔知。可能你一個轉發咧，就幫全家人避開一次無謂嘅腸胃炎風險，食得安心最緊要。我係 Thompson，記得訂閱老火靚湯，撳埋個鐘仔，我哋下集踢爆，拜拜。